你想喺自己嘅生活裏邊加些少嘅色彩，加些少嘅樂趣，我覺得去學返本地嘅語言係應該，亦都係一個基本嘅尊重。我係 Hina， 我係土生土長嘅巴基斯坦裔香港人，我已經係第3代啦。我嘅母語係廣東話啦，我覺得。我本科喺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讀嘅咧就係漢語系啦，然後咧就翻嚟香港咧讀一個碩士課程，就係中文教育嘅。然後咧就好開心啦，努力咗咁耐咧就做咗一位中文老師，現時係一個中文課程主任。中文咧喺我認識以嚟咧，我都覺得係博大精深嘅，係有一字多音啦，或者一字多義啦，勁多唔同嘅意思啦。最深刻嘅印象咧就係個奇字啦，一個咧就係好奇個奇，仲有奇異個奇，正正咧係改變咗我人生嘅。好奇嘅眼光令到我好想學好中文，就喺我中4嘅時候咧遇到一班好好奇、好想了解我文化嘅一班香港人啦，就係奇異咧，就係令到我用呢一個眼光去看我嘅人咧，看我嘅同學仔啦，或者係普遍嘅市民啦，令到我好不適，好唔想喺香港生活，甚至影響咗我嘅身份認同，我唔想接受我自己係一個巴基斯坦人。入學校咧去教書嘅時候咧，巴基斯坦裔嘅男學生咧，佢哋唔係好接受一個巴基斯坦裔嘅女人嚟教書，咁佢哋咧甚至係話唔想上我堂，你應該係留喺屋企生小朋友啊，甚至女學生咧都有話啊，點解你會出嚟做嘢？應該係屋企嘅。咁我就會用中文教佢哋伊斯蘭教。咁當佢哋明白嘅時候，哦，原來女仔都可以識好多嘢㗎喎。佢哋由唔同我傾偈到同我傾偈，就係有一次嗰個男仔同我講，我會同爸爸講俾阿妹繼續讀書，因為咧原來都可以好似你咁樣嘅。當初我都唔明白點解要學好中文嘅，純粹係爸爸去逼我就去學啦。到後來我就係覺得啊，原來呢個語言係幫到人嘅，或者係佢哋唔識嘅時候，我可以幫佢翻譯。如果佢自己識咗呢一門語言，唔係更加有效率咩去做呢一件事？所以咧，唔係淨係揾好工咁簡單咯，而係你想喺自己嘅生活裏邊加些少嘅色彩，加些少嘅樂趣，我覺得去學翻本地嘅語言係應該，亦都係一個基本嘅尊重。如果你有目標又想喺香港生活嘅話，咁你就一定要加倍努力去學好本地嘅語言，然後去改變自己嘅人生咯。